Hi， 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古 Sir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專業嘅物理治療知識，用簡單嘅方式分享俾大家，等每個人都可以活得更加健康。如果你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請按訂閱鐘仔、點讚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一齊學習正確嘅健康知識。大家都知道訂製嘅矯形鞋墊可以矯正扁平足，但係你知唔知呢啲鞋墊，我哋中心稱之為鞋托，到底係點樣矯正扁平足？背後嘅原理係咩？你又知唔知唔同設計嘅鞋墊其實會直接影響矯正效果啦？今日就等我同大家詳細講解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着開嘅鞋墊到底幫唔幫到手矯正扁平足，咁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喺講解鞋托構造同原理之前，我想先帶大家認識乜嘢係正常足部嘅結構。當雙腳站立時，一個健康嘅足部應該要足弓保持自然弧度，後跟從後方睇呈垂直狀態，外側腳眼比內側腳眼明顯突出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有扁平足或者其他足部問題，一對真正合適嘅矯形鞋托就應該可以幫你逐步改善足弓弧度、後跟角度同埋整體足部力學。而關鍵中嘅關鍵就係取帽手法同埋製作技術。第一，我哋必須喺非受力狀態下打帽，因為大多數扁平足問題都係喺站立受力時出現嘅，唯有喺放鬆狀態打帽，先至能夠精準捕捉你足部嘅真實形態。第二，取帽嘅時候，我哋會用專業手法手動調整你嘅足部至正確位置。呢步絕對關鍵，因為佢能夠暫時矯正變形嘅結構，讓足部恢復自然姿勢。咁樣我哋先至能夠根據呢一組結構正確嘅模型，製作真正有效嘅矯形鞋托。成個製作過程我哋嚴格把關，從石膏灌注、修整塑形到塑膠成型、精密打磨，甚至鞋托嘅高度、厚度都會根據使用者體重、足部變形程度嚟精確計算。最後，一對人手訂製嘅矯形鞋托就咁樣誕生咗。而家就同大家拆解鞋托嘅構造。材質採用高韌性 PP 膠料製作，確保有足夠承托力撐起小朋友下陷嘅足弓，同時保留微量彈性，避免造成不適。你可能會問 PP 膠會唔會太硬？放心，正因為小朋友關節未完全定型，加上 PP 膠嘅彈性設計，足部會逐步適應鞋托嘅支撐力。呢個過程就好似箍牙原理一樣，初期需要時間磨合，但適應之後就會自然融入日常步態。鞋托嘅精髓唔止撐起內側足弓，更在於對腳掌同足踝關節嘅三維立體控制。一對真正有效嘅鞋托會喺你站立同行路時鎖定後跟外側，托高內足弓，穩定第五遮骨，形成上下左右嘅全面矯正防護。坊間普通鞋墊通常只做單向矯正，即係單純由下而上撐足弓，而內外側支撐力不足。而我哋嘅鞋托內側高度比一般訂製鞋墊起碼高15%，而坊間做唔到嘅外側控制，我哋亦都能做到。咁樣便可以避免着地時前掌向外傾，每一步都能夠讓使用者因應足部結構問題，正確調整力學，達至三維矯正。而家明唔明白鞋托嘅矯正原理呢？即刻考考你，如果小朋友而家着緊坊間現成鞋墊，甚至一般訂製鞋墊，不妨觀察下有冇做到上面所講嘅原理。舉個實例俾你睇，普通訂製鞋墊後跟矮同埋冇承托，踩落去足弓依然扁平，後跟依然歪斜。而真正達到專業矯形嘅鞋托，無論足弓、後跟以及整隻腳掌，都應該有足夠嘅承托同埋控制，還原健康腳型。希望今次嘅內容能夠幫助你更加了解訂造矯形鞋托。以後我哋有任何新嘅內容，都會第一時間上傳到我哋嘅專頁。所以仲未訂閱嘅你，記得按下訂閱鐘仔。拜拜。